今年的台湾灯会伫屏东的大平湾，透过灯会展现地方的特色。这是全台一大之都，有美丽海洋，嘛有壮观的山，也阁有小镇乡野文化。这个所在就是屏东，那是2019台湾灯会就伫屏东。这次灯会分做3个区，分别是大平原主灯区、屏东灯区以及东港小镇灯区。另外也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一乡镇一花灯。其中屏东县市内8个原住民乡，就联合打造出一个南岛原乡灯区。以南岛文化、台湾原民为构想，透过南岛彝族的生命起源故树，建造出全台首座南岛生命树超大花灯。在这个原乡里面，还有16个灯区，这个南岛民族里面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元素呢，都会在这里面原汁原味的展现。这张生命树有15公尺悬，透过科技、灯光雅音的呈现，串联全台16个原住民族群的文化。另外，有邀请到原民艺术家创作一座2019乡猪战旗，以台湾山地的用歌名来表达台湾原民的精神。